幾代人傳落嚟嘅黃金古董，擺喺屋企，成日都擔心俾人偷咗或者整爛咗，夜晚瞓覺都唔安樂，究竟點算好啊？辛辛苦苦籌備咗幾個月嘅重要文件，一場意外就全搞壞晒，成身心血都付諸流水，呢個損失邊個嚟擔啊？唔使再煩啦，天豐智能保管箱租賃公司梗係你求安心嘅首選啦。嚟到天豐唔使等好耐，10分鐘就可以輕輕鬆鬆搞掂租商手續，高效辨識到你唔敢信，副區全年都恒溫恒濕，精準調控每一度溫度同每一分濕度，幫你嘅珍貴嘢營造最舒適嘅環境，全方位杜絕任何損壞風險。無論你係想要單人保管嘅絕對私密，抑或需要多人共管嘅嚴謹安全，又或者臨時授權其他人存取，天豐都可以完美貼合你嘅需求。天豐全年無憂，隨時為你而準備，即嚟即存取，等你對物品嘅管理從此再冇後顧之憂。仲喺度猶豫咩啊？快啲留言，等天豐幫你嘅貴重物品揾個無後顧之憂嘅屋企啦！